主要上帝，阮过一摆来到你面前，伫这三角敬拜你，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来用阮老母的腔口伫这三角敬拜。主伫即个世界，阮看真济战争的声，阮的故乡受威胁。主，阮伫即个时阵，面对约沙法王所经历的，来过一摆得到。 搁一摆对阮的信仰信靠你，阮恳求你这个时阵对阮讲话，愿阮所想所听的你会对阮祈祷，耶稣的名，阿免。我今仔日要甲咱讲吼，我一个经验吼，这是吼2个月前吼，2个月前，我即马敢若来长老教会吼。 真侪教会无牧师啦，特别是庄脚的教会吼。2个月前，我的朋友 Peter Bush 伊伫迄个 Ontario 做牧师，伊调一个吼，敢若 workshop 用 Zoom 调一个 workshop 吼，要讲小会议长的代志，因为即摆真侪教会无牧师，逐个中会的牧师吼，拢爱去做迄个小会议长。 亲像某个牧师来做咱的小会议长，共款安尼。逐个牧师有家己的教会以外，爱阁照顾别个教会。有迄个教会吼，拢像咱疫情的时间款，无牧师，拢干那长老咧做代志。差不多60几个人参加，我嘛去参加。伫迄个时阵吼，阮听真济啦，逐个拢讲。 因的问题，特别是一寡长老，阮真正，阮已经几年无牧师啊，拢是安。阮的小会议长带领阮了后，2点半钟赛车才来到的，阮嘛罕得看到伊。得问讲，阮是会使做圣餐啊，袂使，或者敢若咱长老教会拄着真济问题。阮听吼会当甲因。 互因的资料，也是讲因的问题啦，会当甲因讲，甲因讲。教会嘛是无法度，真济无答案啦，真济实在是无答案。到要结束的时候，一个查某牧师用咱主持人，伊用两个英语讲吼，伊讲King Jehoshaphat 的时阵。 约沙法啦，就是约沙，咱台湾人讲做约沙。我敢若听到迄字庆吼，过落迄字我无听到，迄热好说法，我讲都听无。过去伊用英语讲，我哪拢听有。伊讲吼 ，We are powerless,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our eyes are on you。这我听有啦，就是咱拄仔读迄12节的上尾一句，讲阮无困难啦。 阮嘛毋知影要安怎做啦，总是阮要仰望你啦。本来我的题目吼是后壁迄做遐长，我惊 Jason 读甲提突，我从改做安尼较简单，毋知要安怎做。我甲你讲，我吼知影伊有讲迄节圣经，毋过我毋知影这圣经伫倒诶呢吼。阮做牧师诶吼。 也袂使去问会友讲，你敢知影即只圣经伫倒去？真歹势嘛吼！我直找拢无呢。上帝真听我呢。我嘛开始咧想讲，咱过偌济了，我过来我讲道要讲啥？我对听到迄个牧师讲即只圣经了，我一直感觉讲，这是咱。 爱听的一个 message， 总是我根本都毋知伫倒去啊！上帝真听我，差1个月前吼，我伫咧网上看吼，去看到一篇文章，我有摕迄个文章的名出来，互恁看。拜托你创出来。你无收到，就是我。我应该甲你问，这是一个叫做吼 Todd Bossingers， 无要紧啦，一个美国牧师啦吼。
伊写的一篇文章吼，迄个文章的名叫做我嘛无写英文的名出来，叫做 What will we do when we don't know where to go？ 迄个意思啦。即个题目就真吸引我啊！我看安尼咧讲这啦，我就甲读啊。伊读的时候，伊即摆我袂当，我就拢用英语甲台湾来讲互恁听啦。迄个文章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甲翻做我若有迄个 PowerPoint， 我翻做前途无量，光亮的亮吼，前途无量的是要安怎？就头前看无路啊，要安怎？啊，伊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是迄个Wayne Gretzky，Wayne Gretzky 恁知影伊是拍火机的吼，1800甲1990年代伊拍火机，足个拍火机啊！伊开始的是拍 Edmonton Oilers 迄队，后来美国人有钱将伊买去洛杉矶，伊就去洛杉矶拍。伊足好拍的，伊退休了人问伊讲你哪会遐老大？伊讲因老爸，因老爸是伊的教练，讲因老爸甲伊教讲你着skate t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我阁讲一摆skate to where puck is going。伊叫伊讲，你毋通对迄块乌咧讲迄块走，你着爱判断我迄块会走去倒位去遐等。这是真，伊退休了才甲人讲，因老爸甲伊教即句话。即句话，我确定我用 talk 就好啦，较简单啦，伊叫做 talk 即个 talk， 即个美国牧师伊讲伊用即个方法去训练火器。伊你知影？伊退休趁足济钱，伊拍火器即种间入61分，这算足悬的。伊摕着4摆的MVP，Most Valuable Player， 是迄个上界好的运动员4遍。伊摕着几遍我袂记伊几遍，真侪拍过4遍伊的队，伊拍的队，拢摕着 Stanley Cup， 上北美洲1等的。所以伊退休时趁足济钱，伊讲就是伊的老爸甲伊教安尼。即句话，Steve Jobs， 迄个 iPhone 的做 iPhone、iPad 迄个 Steve Jobs， 甲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拢用伊即句话迄落。即个牧师伊伫文章内底伊讲落伊讲这是真好的迄个启发性的一句话啦。真侪人咧，总是伊讲顶世纪伊即篇文章主要是咧讲教会内底 leadership 的问题啦 ，leadership 的问题。伊讲对啦，你会当看迄块拍，看要走去倒位你会当去。若一地的时就真简单啦。当然火器剑无迄落2、3地啦，不过伊用迄个来比讲咱今仔日。咱即个世纪所拄着的问题，伊讲顶世纪有真侪灾变发生。伊举过来的，伊讲有传染病，1918年的 Spanish flu， 咱 COVID 的时阵也摕到一个，咱拢会记的。1918年有 flu， 死真侪人。佫有迄落1929年Wall Street 的迄落。股票市场崩盘，咱迄大萧条迄个时阵咱这拢顶世纪发生的代志。佫有第2次世界大战就是1939，佫来政治嘛真无稳定，伊特别举1968年
马丁路特金 Junior 互人拍死，4月，同迄年的7月，Robert Kennedy 伫洛杉矶嘛互拍死，所以政治嘛无，搁去越战的示威，逐项。伊讲顶世纪有真侪遮代志发生，伊讲发生拢20几年，你甲看。总是伊讲咱即个世纪吼，咱即个世纪过还袂1/4个咯，过还袂1/4个，咱已经拄着 COVID 吼，大灾变，搁银行嘛咧倒啊，咱拢有看着嘛吼，搁 Ukraine 的战争的问题。政治的无稳定，美国两党的制度，台湾南个甲绿个问题，伊讲吼，搁甲咱台湾人有关系，台湾海峡的局势，即摆嘛是世界大家拢咧注意。入去伊讲吼，假使咱即个世界是一场迄个福气game，内底毋是干那一块扑克尔呢？你一块扑克的是你会当个，伊讲这是规十块扑克做一个来。你要安怎应付？所以伊即个，我拄仔讲伊的文章的意思就是讲，你是要对倒一块？你要对倒一块都毋知哦。你要对倒一个头前等，你巴度等。所以伊伫遮是讲，咱的世界真正，伊搁落去吼，搁落去，伊就是摕咱拄仔所读即个历代志录第20章的12节。约沙法王问上，甲上帝讲，我无开来啊，我嘛毋知要安怎做。伊讲，咱的时代就是像安尼啦，咱已经真正对人来看，无人有法度做。伊甲上帝讲，我无法度，毋过我要仰望你。伊对遐开始吼，当约沙法王的代志吼，我主日落时捌听着。老实讲，约沙法即个人，即摆恁嘛可能毋捌哩，恁敢捌听过？我听拢袂记诶。即摆为着要准备工作，我真好学习吼。我大概甲咱讲约沙法是啥物人，咱用即个做背景再来看咱今仔日要讲诶。你会记得所罗门王死了后，台北的王国分裂变做两国，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太，两国分做两国。约沙法王哦，是南边犹太国第4个王。伊圣经讲伊是好的王，伊敬畏耶和华。咱爱对第17章，我真简单讲一下吼，讲伊的代志。第17章吼，迄个时阵北边的以色列的王是亚哈王。你知亚哈王因某叫做亚西别，因夫妇甲以利亚舞足侪代志，舞袂了。咱为了去告诉咱拢捌听，我袂当直接讲甲真清楚。反正因亚西别是外国的查某人。伊将所有的因的偶像拢来摕来伫以色列，亚哈对伊去拜，做真侪为非乱做的代志。约沙做王了，因为亚哈王，所以吼，甲以色列甲北边兄弟国，伊保持一个和平，伊无甲因交往。伊吼伫圣经讲，伊尊叹上帝的命令，拆毁伫因的犹太国内底一寡偶像甲神的庙，伊拢在去拆毁。搁进一步，伊派真侪祭司去犹太全国去教遮的百姓，关系耶和华上帝的道理。这是伊做真好的工。圣经真该肯定。第18章开始吼，伊做一项毋对的代志。伊的后生去娶亚哈王的查某囝，到即马为止，因拢保持距离。后生去娶人的查某囝，变真假啊！你知嘛？所以吼，
伊甲阿合就变做好朋友啊。第18章讲，伊有一日吼，去阿合遐去访问，啊，当然即摆亲家啊嘛，虽讲看法无共款，啊，着亲情啊。啊，阿合招伊讲，咱来去战争，要去拍一个国家，我迄个国家的名我毋免讲，袂要紧啊，反正一个第三国，伊要招约沙法甲伊做伙去拍。约沙法就信上帝，伊问阿合讲，咱爱来想问看上帝的意思安怎？阿合来讲哦，咱来问遐先知，我遮有400个先知，咱来问遮先知。迄400个先知是巴勒个先知啦。你若读以利亚的故事，你就知影吼，迄以利亚甲因斗法遐先知，阿合哦，遮先知拢讲哦，无问题，伊这上帝讲无问题，你去拍一定会赢，一定会赢。啊，毋过约沙法听讲，哪有即个400个拢讲会赢？这听起来敢若怪怪，啊，佫是知影讲。因毋是耶和华信仰的先知啦，所以伊问伊讲：你还佫有别个先知无？啊，讲有啦，还佫一个叫做米该亚。即个吼，即个逐摆我若问伊，拢甲我讲歹话咧。啊，约沙法讲：你甲请伊来，咱问伊看卖。啊，这亲戚人歹势啊，就去叫米该亚来。米该亚来真正来讲歹话，讲你毋好去战。你若去战哦，伊顺续讲，甲阿合讲，你若去即个战争，你会死。这啥人要信这啊？嘿，啊，着亲家叫着啊，伊甲伊做伙去战争。伫18章的上尾几章，阿合王真正战死了，伊规身躯拢穿战甲，啊，想讲无问题啊。总是有一支箭吼，毋知对倒遐射来，毋知，啥人射的嘛毋知。迄支箭吼，拄插着阿合王吼，即个手甲迄个伊穿的衫的中央的迄个无保护的所在啦，插对遐入去，阿合王战死。真正战死，照米该亚讲的。但这项代志吼，互约沙法真正惊着，当然惊着。这对伊是足大的冲击。第19章开始吼，咱亲家死去啊吼，也毋免阁往来啊，较袂要紧啊。伊甲以色列又阁疏远去，无去见伊咯。啊！伊转来了，伊感觉讲吼，上帝的先知讲的话真正有影，所以伊佫倒转去敬拜上帝，毋敢佫像因摆安尼学起来。啊！伊进行全国的改革，安尼到第20章咱今仔日读头一句做过无偌久，啥物过无偌久？就是遮个代志发生过无偌久，伊即马咧改革，伊佫鼓励伊的百姓转来上帝的面前，伫遐敬拜上帝，毋通拜遐偶像。伊做大改革，过无偌久，3国有3个国家的联军要来甲伊拍。伫第20节讲吼。伊听到即个消息的时候，遐军队已经来到一个所在，我袂记，我迄地号名我拢袂记，迄袂要紧。总是我去读迄个注解，是讲迄个所在是离耶路撒冷差不多40迈，啊是真近啊啦。啊，迄阵啊也无雷达，也无啥的吼。人甲伊报告的时候，伊个人要甲拍迄联军已经来到40迈啊，伫耶路撒冷啊，离耶路撒冷就40迈，对西边来，啊，伊大惊啊！伊的反应安怎？那你的反应你安怎？
然后我的反应吼，我就开大声甲上帝讲，我吼，有啦，我有做毋对，较阿忘去战争啦，无听你的话。毋过我即摆咧，佫倒转来呢。你哪会拄着这？伊无安尼做，约瑟夫无安尼做。普通人的反应安怎？我叫我的国防部长来啊，叫这个参谋总长来啊，咱的军队是安怎会使会拍阵的，会赢袂赢，都爱顾客。伊嘛无安尼做。第40甲第50讲吼，伊调所有的百姓活来，因开一个祈祷会啦，因开祈祷会。对第60节，我12节是伊的祈祷，我无要中学的。对第60节啊，伊甲上帝讲，伊讲上帝啊，你过去拢照顾阮吼，即摆人要来甲阮攻击啦。第12节，伊讲阮无气力，通抵抗遮联军，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做。例如，你敢捌看到政治家，还是讲咧换政治的人，公开讲我毋知影要安怎做咧？我想讲，迄伫台湾选举绝对选袂掉的，你要想，绝对选袂掉的。约沙法做一个王，拄着迄个危险的代志。有可能的亡国，伊徛到遐讲，我无气力，嘛毋知影要安怎做。你毋知影要安怎做，我咧，你想伊的百姓听了安怎？伊后壁佫甲上帝讲，毋过阮的目睭，英语是啥讲 ？Our eyes will be on you。阮的目睭要望你，咱台湾人话做，阮要仰望你。就你替阮解决。咱今仔日读到遮，为着要我规矩讲即个故事互恁听，即个故事袂歹听啦吼。佫落去安怎呢？佫落去吼，上帝叫一个先知，伊个先知号做雅合瑟，伊来见王，对百姓讲。上帝甲我讲，恁毋免惊，上帝要为着恁战争。伊讲一句真有力的话，真出名的话，伫第15节，咱今日无读，我甲恁讲就好啦。伊讲吼，伊甲迄个王甲以色列人讲吼，战争的胜败不在伫恁。是在伫上帝，这句是真出名的。战争的胜败，毋是恁的代志，上帝家己要解决。隔日，这个先知甲王做伙，甲百姓创造，原来是都爱出去啦，军队原来整就出去，因安怎安排你知影无？因上头前，伫军队的头前。摆献歌队咧，摆一阵会唱歌先知甲因教讲，恁大声唱歌学罗上帝，军队缀在后壁，恁才看上帝要安怎做。真正，那普通人的安排，军队摆头前你要唱歌在后壁唱，啦啦队拢嘛伫后壁，对无？毋是啦啦队伫头前，军队伫后壁。因唱歌，学罗上帝，圣经讲因大声唱歌学罗上帝。上帝互迄三国的军队目睭起火，以色列人连叮当落来袂，因咧相杀啊，杀死一大堆人伫遐。以色列约沙法的军队，连一个兵一个卒都无用着，迄个对着家己杀，安尼，因尔。这个故事吼，我伫主日落时听过，完全袂记的，是最近即几日伫准备这个讲道。这个代志了后，因过去安怎你知影无？我读因过去吼，第20
章的27节到30节，讲哦，这代志了，约沙法带百姓欢欢喜喜倒去耶路撒冷，因为上帝互因太阳对敌，因单琴单瑟分喇叭，来到耶路撒冷，进入上主的圣殿。周围的人听见上主太阳以色列的对敌，就真惊上帝。安尼，约沙法的国太平，因为上帝赐伊四境平安。Happy ending，Happy ending。啊，咱2、3千年后，对安看落等于故事的头尾，咱拢知。总是咱若伫迄个时阵的时候，迄一定无遮尔轻松啦。我相信一定是遮尔轻松。这是对因来讲一个挑战，总是因这个这个牧师吼，伊咧讨论这个代志时，伊讲吼，伫拄着危险、拄着战争、拄着这个生死的关头的时，约沙法应该是 leader， 总是伊有迄个勇气。敢承认讲，阮毋知要安怎做，我毋知要安怎做，求上帝帮助。伊讲伊安尼做，是伊做一个 leader， 降落来甲伊的百姓，拢总做 learner。伊无过是 leader， 伊是一个换咱甲百姓感觉，伊咧学习，因要找上帝，甲因引带。这伊说明这我真正是真感谢上帝，我读到这个文章吼，伊伫这个危险的时，做一个领导者，你袂当阁发命令，因为你家己嘛毋知要安怎做，总是真少人安尼做工事。大家咧竞选的拢嘛讲伊啥物会晓，啥物会晓。最近家人的市长选举，迄个讲伊若调迄少年的要一人买一只乌多摆送啊，啥物都讲贵。像约沙法安尼，真谦卑伫遐讲，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我无气力，我毋知要安怎，求上帝帮助。而且有一项代，我伫遐伫准备这个时，我看。约沙法甲遮个百姓，伫因即个危机还袂到以前，因承认因家己无够，因敬拜上帝，求上帝帮助。伫战争的时，因将圣官队放伫上头前，嘛是阿罗上帝，嘛是敬拜上帝。赢了后咧，我拄啊读，因佫入去圣殿，嘛是敬拜上帝。Before, during, 甲 after， 因拢咧敬拜，这是互咱真大的提醒的，承认咱的无够。我前2、3日甲一个朋友，伫山里尾的朋友讲话。伊的一个查某囝，足优秀的查某囡仔，有啉酒的问题，有后口好的问题，真痛心啦！我想起我伫牧会中间吼，我的教会常常有 AA 的迄落来阮的教会用迄个所在咧聚会，一个有啉酒。有迄落叫做酗酒的问题吼，的人头一项爱做，因有12个 steps， 头一个 steps 就你爱承认讲你是 alcoholic， 你才有救。咱爱大声承认讲我有需要，我无法度，毋是无路用啦。
我毋是讲咱拄着代志，大声拢斗啊，我毋是迄个意思。总是咱毋通拄着代志，逐项要家己来。约上我的态度是真值得咱信。但我今仔日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我伫即间教会的心路历程。恁会记得我台湾转来了，我找某个牧师，看伊需要帮忙无？因为我敢若迄日开好会时，我有讲，我本来是讲我来遮讲道教会代志，我拢无要迄落。这是因为我以前捌伫遮2年我的经验，我若想讲，我若讲道教会代志，若拢歹做，我就真凉啊，我拢无代志啊。总是我转去台湾，家己看到转来，我深深知影，我袂使安尼啦，我袂使安尼。我应该 involve 伫即个教会的，或者应该说 congregation life， 大家我爱有份。即马我中会有同意，我做小会议长，甲某个牧师当面做。头一个拄着就是要选长老的代志，咱5月要选长老。我伫3月19有甲几来个长老做伙讲话，因为咱小会爱提名，所以我讲我要来接下咱教会几个人，大半拢是以前捌做长老的，即摆已经无咧做长老的。我讲我要 contact 遮个人，看因会使互咱提名。老实甲你讲，迄个时阵我真乐观啦，因为我讲我要甲因讲，我来甲因讲我即个80岁退休，就搁出来做牧师恁出来做长老先啊袂。不过我真正去接触了这所有的拢讲牧师卖啦，我唔卖啦。我开始的时，老实甲恁讲，我有小可失望，做是嘛想讲，嘛像当毋知要安怎创的，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创。当然我有遇到甲真侪人讲话，甲这长老讲话中间，头一项我想到，到底咱是需要几个长老？咱即马有4个长老，4个长老，2个到时，要搁选3个，若3个拢全部5个啊，中会搁派2个长老互咱，变成7个咧。咱遮个人尔，敢有需要安尼侪长老？我为着安尼，我问某个牧师啦。某个牧师有小可误会，我的意思，伊想讲我中会派来即2个，我袂记。我我毋是即个意思。我是要爱知影讲，咱即个 size 的教会，咱需要几个长老？咱敢需要甲7个？伊有去问足久，拢无答案。我拍电话去问我的朋友 Peter Bush， 讲伊带迄个 workshop 迄个，伊对即个长老的教会组织，伊真有把握。伊甲我讲咱的教会法规内底无讲几个长老啦，逐间教会家己去决定讲要爱几个长老。总是一定爱有3个啦，3个。所以投票的时袂安尼变做平，你都袂当决定。所以牧师甲3个长老安尼就会使。我听到安尼的时候，安尼较简单啦，安尼我毋免烦恼啊。咱长老有够，总是我伫接洽遮人的中间的时候，大家拢安尼甲我讲，牧师，阮毋免做长老啦，教会需要的代志，阮拢会当摕来，拢欢喜斗做，毋免拄挂迄个名。甚至有人甲我讲，咱着看咱的教会有需要啥个，咱着设做组就好，做组长，
其实组长甲长老是有名无共款尔，责任共款啦。所以我有问牧师讲，我若会去做组长会使，比如讲，咱要做长老教会，应该中会可能袂准。不管啦，我经过即个了，我真正我嘛有一个时阵想约啥我讲，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到底是需要几个长老？咱若无够，咱是要安怎？我烦恼真济呢。到即个时阵来吼，我无咧烦恼啊。啥物长老伊要休困，我了解。伫疫情的中间，大家拢真打拼。你的长老讲伊欢喜，互人听尔。所以咱即马有一个，就是干那伊尔。剩的咱无其他的候选人啊，就是干那伊尔。不过咱至少有3个长老，这无问题啦。所以这个我第一感觉温暖，甲第一感觉安慰的是，所有的人拢甲我讲，咱的教会有啥物需要，你讲，阮拢欢喜出来做。其实咱的教会即马就是安尼，咱即马就是安尼，有需要，大家拢真拍拼咧做。我恁真正互我真感觉真温暖啊！这是我对今仔日咱的圣经所学习到的功课。啊，你过去要安怎？这个套的牧师吼，我无写英语，我像讲我有迄个，伊伫这说明，我拄仔讲20章的12节，这个了吼，伊讲一句用英语写，我有翻出中文，就是中无当讲，我用英语讲，才讲互恁听。伊讲吼，咱过去要安怎？过去要安怎？伊讲吼。We come together and look to God to form us. 伊讲，咱做伙来仰望上帝，看上帝安怎 form 塑造，上帝安怎甲咱 form。咱毋知影要安怎，咱来上帝面前，咱做伙来上帝面前，恁甲我，咱拢共款。咱来上帝面前，头前的路安怎，咱毋知。咱会当伫遮学久，我嘛毋知。我会当伫遮学久，我嘛毋知。总是即个托牧师伊讲，咱做伙来上帝面前，看上帝安怎塑造、上帝安怎做的。上帝，咱若交代上帝。上帝袂互咱失望，伊无互约沙法郎失望，惊死者。所以我伫遮吼，我想着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伊讲吼，咱的话毋是靠目睭看，是靠信心。保罗即句话，咱的话毋是靠目睭看，是靠信心。若用目睭看，约沙法郎无可能啦，总是靠信心。上帝甲因塑造，上帝亲手做这代志。反正咱毋知影要安怎。交代上帝，咱做伙用安尼来三勉励，咱来参加祈祷。非常的感谢你，互阮通过约沙法郎所拄着真紧张的灾难，总是你全能的手引带伊。主，阮要靠阮家己的气力，阮知影阮无够，阮恳求你，互阮大家。即个教会将阮头前的路交代伫主耶稣手中，求你引带阮，特别伫阮过来的选举逐项，
教会所着做诶代志，恳求你引传带领，特别恳求你，甲阮每一个三角人，甲阮每一个人三角基地，阮谦卑伫面前，献阮所有